介绍哈。那我介绍一下我们团队哈。我们团队主要是针对我们屏东市的一些机关学校啊，或是公司哈、社团来做防火宣导。今天非常感恩哈，我这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教堂常识。我看大家哈，刚才已经喝了一碗很补的心灵鸡汤哈，所以为了要为水果做更多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下，我们要最讲的居家环境的安全。那我今天呢，就是要来告诉各位居家环境安全要注意到的风险哈。那现在我先让各位看一下影片哈。没有，我先介绍一下那个我们如果消防员，因为现在就有居家访视嘛哈，还有跟那个独居的老人，我们都会去关心他。那你如果看到说有消防人员去到你们家的时候，我们都会穿着制服哈。像这是我们教官哈，我们都穿着制服去，而且像我们居家人员的话，我们还会佩戴一个证照哈，证件哈，一个证件。好，现在我先让各位看一下一些影片哈。我现在大概需要一下救命。对，让大家先来一下哈，前面果真可怕哈。那他早上的时候有跳台，这也因此是他是骨折的状况。那么呢，他表示说，他老婆是怀孕回娘家，所以呢是躲过了这一劫。那么他另外还提到说，就是说最近呢在推动的福州民族的这个8层的公寓对面常常有不良分子出入。那么他觉得是说，警方的这个巡逻的行动的做的是不够周延。那么另外呢，我们也访问到了这个黄定东他的弟弟，那他表示说他弟弟是住在这个8层的公寓的6楼。那么呢，他们当时呢就是发生火警都很大，所以他们也是用绳索呢来垂吊下来，那么在这个中层呢是才受伤。那你说这是在现场做这个全力决定直播。好，谢谢讲这个。结果这厨房就起火燃烧，而且所剩技术蔓延，总共有3户都被破坏。场内人看到天空一团红色火光，大火从厨房屋顶窜出，夹在旁边，在地中烧得红彤一片。消防员赶紧拉出水线。火势结果2个火弹，这才地方岌岌可危，像从夹来，火警警校人跑出来，去把火势直接推到铁链家。消防员从四面八方灌救，还架设出口爬到屋顶，由上往下洒水，压力那边打开点了，因为已经烧得通红，温度非常高。火警方使大家大喊快逃命，因此没有人受困。结果也是其中一户的厨房，消防员研判可能是主食不慎冒了刚火，火势一下子就延烧开来，造成3户民宅被烧毁。记者张一燕采访报道。